你干嘛我？我多少？你怎么把你看清楚了？我有。阿丽，阿丽呀，阿丽唱了。你能听？寂寞寂寞。你妈在讲。我就拿我今天晚上就有点厉害。对不对？正好苏州去。哪是讲？你们都觉得他是会多少？我屋里给你，你这干嘛呢？你干啥？